好棒。咱等下咱的张主任，张教导主任哈，张教导主任，带领这小朋友来咱正式员工生，以及咱的陈会长教练心得哈，感谢。今天说表演是个人的个人的比赛个人的表演在台南大学现在有在办，每年都有，是个人的单人组的口铃比赛。要讲简单以前的口铃呢是茶道的这个年代是茶道的，现在都变塑胶的变塑胶。头上来过来一点我们小朋友鼓励一下。如果您跟那个教练他们来把它解说一下。本溪三国小的金曲红丸五流丁，三级铁小精灵的地神级零化境，零真也破。我非常感谢我们这次新三国小带来这次的小林，以及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地震大会战，完成如愿以非常感谢这次这些国小以及这些团队大力的为我们这次勇往如愿地震大会战我的演出非常感谢他们为我们这次卖力的演出非常的感谢。来宾掌声鼓励！赞。我们是新庄国小，他们以台湾家长学习引导，还有民俗活动大力推广。新庄国小他的手铃队成立在93年，我非常感谢他们这次也为我们勇往无忘，这次这样带来的精湛的演出，我非常的感谢。我相当来支持我相无地就袂好啦我小伟队小朋友鼓励厉害，大朋友不是小朋友。我跟单顶无人大概是相点的我跟你说，在以后每个月都会去太康，我再邀请你参加我们的职工队，好不好？好不好？我再跟你联络。白天的吗？白天礼拜六周末，礼拜六早上。礼拜六可以。对，然后这些小孩呢，拍照、这样子。真好。好不好？然后我再打电话跟你说哈。好。谢谢。来，现在他们要表演第二首。好棒。